所有咱消费者、珠宝王的人客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今仔日我首先就是要甲恁讲咱即个运动选手，哇！咱台湾即摆吼请甲抓袂牢，尤其是即个高胜纯即个组员啊，摕到59公斤组的冠军呢，奥运的冠军呢，会当得到2000万呢。你也看，全世界有78亿个人口，选一个尔，大选一个高胜纯即个得了2000万，还佫恭喜吼，咱自创的国手，佫另外一个叫做陈文英，即个人得到第3名，外人得到500万哦。佫一个柔道的帅哥，即个柔道的帅哥叫做杨永伟，得到第2名，得到700万。佫来射箭的国手有3人团体组的，这3人团体组得到第2名，奥运的第2名，每一个人拢总会当得到700万。佫来倒球拍乒乓的就对啦，吼，男女混合共做伙，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合做伙，即个林昀儒甲即个郑怡静，即2个伫世界上东京奥运得到第3名。即个人拢总会当摕到500万，跆拳道的罗嘉玲外当摕到500万哦，伊外摕到铜牌。即回咱台湾的选手出去，真正发光发亮哦。抑佫有哦，即摆今仔日倒球哦，林昀儒要拼第3名哦，即足有希望哦。上届有希望得到冠军的是迄个羽毛球啦，羽毛球，即个蔡祖莹啦，蔡祖莹即个。非常有冠军相，伊即摆已经拼入4强啊！但这国手，换有伊心酸呢。伊细汉开始养培养，国家教甲培养无呢，因家己出钱，家己用，家己拼呢，家己一直比赛去，过两关斩六将啦！啊，安尼一样要拼冠军，由冠的冠军拼到省，拼到国家的冠军，佮拼去东南亚，佮拼入全世界去。送甲培养，送甲出钱，国家敢有出半角银？无啊！若有企业的，加减仔甲赞助看；无企业的，伊家己爱拼，若看无现伊家己爱拼。伊虽然靠得到这钱，但是你也看，要得到3名哦，4名哦，4名佫得到300万的啦吼，4名佫300万的，3名500万，2名700万，冠军的2000万。要得到这时，甘较简单摕到呢，甘较简单呢。啊，若第5名无半角啦，这运动选手咱无法度啦。退休了后咧，30几岁退休了后咧，要创啥？无一个保障，国家我要甲你建议啦。咱台湾的政府啦，我甲你建议一下啦。你吼，或者运动选手以后退休了吼，有一个头路啦，无换一个薪水啦。替国家争取甲遮尔清啊啦，对。你薪水好啦，准冠军的2000万啦吼，你领着啦2000万啦。你啊，逐个月领是领12万几呢，领到2000万够呢。啊，到40几岁才领了啊呢。伊敢有厝通住？无啊，吼。伊以后家庭生活嘛是靠这12万几尔。伊40外岁要搁创啥？无法度嘛。所以我感觉国家这2000万，还这2000万，另外逐个月拢拨薪水互伊嘛，互伊总个食头路嘛，伫国家食头路嘛。一个月加配5、6万外好，7、8万外好，8、9万外好，10多万人外无要紧，国家也无去查遮呀。互这运动选手会晓照顾即个家庭，伊会生囝，会娶某啊，好啊照顾家庭，好啊培养伊后代啊。安尼你为国争光，毋但有迄个意义啊！国家毋通互咱的运动选手外流出去，人才外流出去，对无？这绝对袂使。你也看，当初上清的亚洲铁人杨传广，我问你，国民党的时代、民进党的时代，啥人照顾伊？无啊！亚洲铁人就亚洲铁人咧，啊，转来无法度啊！聚会也无法度啊，啥人甲照顾？无啊，放伊去流浪啊！嗱，74岁就叫死去啦，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嘛。
你当用一条路，台东一条路叫做杨传广路，传广路有效呢？纪念要用啦，用实际，用个钱，用个财源，甲因个家庭照顾，这才是实在啦，对无？我想你讲，但即阵足侪运动选手哦，伊无能拼到第3名，无能拼到第2名呢，啊要创哪？叫去夜市啊啦，卖面啦，卖臭豆腐啦，煎蚵仔煎啦，国家有你照顾无？啊要找几个3名以内，要找几个4名以内，伫奥运呢，好心的奥运呢，全世界咧比赛，要找几个啦？我希望国家要参加钱啦，较一日咧救济啦。罗立华啦，还是行政资源外使，用行政法外使是啦。啊，是咧立法界诶赛事啦，或者国家替国家奋斗拍拼，这运动选手有一个家庭诶保障、生活诶保障，莫互因外流出去啦。你啊看，有人都别国去安尼，对毋对？啊，你当讲哦，台湾的子弟在外面打球，闹亏啦。台湾的子弟要留在台湾，替国家争取光荣才对啦，懂不懂？对。但是这运动选手，你今仔日得到这么些钱，你今仔日有今仔日名望。你虽然后摆若要做生意，你用你的名望做生意，无你用你的名望会当趁出侪钱，但是你要饮水思源，你敢知影？人无论如何爱饮水思源。你今仔当摕到冠军，你爱想咧，你初中的时阵，谁甲你培养的？对一个教练甲你培养的，对一间学校甲你培养的。你高中的时阵，对一个教练甲你培养，大学甚至甲你参加国际比赛，啥物人时常对伫你的边啊？对饮水思源的人，咱爱好好啊，甲伊感恩戴的使者。人若无饮水思源，做人无路用去啦。我甲你讲，对无？饮水思源，我是讲这饮水思源哦，莫讲运动选手哦，每一种拢共款。你今仔事业做甲足好，你其实你10几年前险倒呢，10几年险倒，你无经济呢。若无你某人哦，用经济互你甲伊出寡钱，互你当初莫倒，你无今仔日呢。啊，你今仔日做阵成功啊，你要饮水思源，啊，会记起当初借你钱的人。当初听你的人，安怎甲你拼的人，你要甲感激，安到意义。像咱爸仔母啊，甲恁生出来，生到即阵，吼足粗勇，啊生到即阵足好做生意，生到即阵伫社会有一个名望，你还要感激爸母呢？无爸母甲你生出来，你无今仔日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时常你讲，咱来友好爸母，孝敬爸母，大个赛事。爸母恩情较大天，饮水思源上介重要，爱对爸母先感恩。父母的恩，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是我们每个人不能忘掉的呢。每个人都不能忘掉父母的养育之恩呢。哦，老母细汉，人家甲你摇甲你饲，我讲像安尼讲就对啦。啊，今日我老母来叫我死去，我若想我老母目屎就流。像我老母当初对我哦遐尼好，去买水果，大粒的互我食，烂呀家己食，到尾我才发觉着，啊开始鸡啊，轻轻鸡腿互咱食，伊较撑鸡头，较撑鸡骹，伊骨仔拍拼认真欠来的钱，要互咱开。老母的恩情是较大天，所以咱无论如何，每仔日不管老母有伫也好，老母无伫也好。啊！老爸有伫也好，老爸无伫也好，老爸老母拢是咱的恩情人。伊若有伫的，咱要好好甲照顾。感恩老爸老母对咱细汉的养育之恩。家己爸仔母人叫我转去啊，咱爸爸节你要到啊，摕一个香甲拜拜啊，爸爸，我非常感激你，你细汉有影甲我培养，我来不及甲你甲你报答，你来过去啊，爸爸，爸爸。歹势啦，妈妈歹势啦，香甲烧一下，咱一定爱饮水思源。今仔日我短短也无讲几分钟，我也无爱讲上久啊，吼。
尤其是所有运动选手，国家一定要好好疼惜。所有运动选手也好，成功的人，每一个成功的人，你要饮水思源，但是正确啦。这回吼的主播，具体是20个，一个领500，即马这回改10个尔，但是一个领1000，这回就是10个，啊一个领1000哈，吼领1000，吼安尼就对，吼所以报亲情，朋友报朋友。来看咱小火社的主播网，过来，其实咯，你要按订阅，啊个留言。但是你若按过订阅人，毋通搁按订阅啊，会去互电脑取消去。你过去若要按过订阅啊，你就免搁按订阅啊。哦，伊有写已订阅嘛，已订阅你也免搁按啊，搁按电脑会甲伊取消去哦。吼，安尼听吼，所以毋免搁按订阅。你若按订阅人，就直接毋免搁按订阅，直接。用留言就好，啊留言啊，甲分享就好哈。啊，若毋捌看过我节目的人，头一摆看过，你甲用订阅、留言甲分享；毋捌看过我节目的人，用订阅、留言甲分享。捌看过就免阁用订阅哦，啊无电脑甲伊消掉去哦。每一礼拜暗时啊7点，其实一定要记录清清楚楚，就是小火社无所不至谈的节目。逐项代志都要甲细化，应该颁奖的颁奖，应该奖励，包括是政府人员也好，包括着警察人员也好，运动选手也好，啥物拢共款，就是讲应该奖励伫这所在，我会甲你夸奖，甲你奖励，甚至我小火社本身我要甲你颁奖哦，要甲你颁奖哦，所以亲情报亲情，朋友报朋友，非常感激，谢谢。